睇 ATV 焦點，獅子山隧道凌晨發生3級火警，焚燒9個鐘頭後救熄。隧道只係能夠維持單管雙程行車，造成交通大擠塞。我哋一齊先睇睇火警嘅情況。濃煙不斷咁由九龍出口嘅管道冒出，消防大約凌晨3點半鐘接報到場，先將獅子山隧道來回2條管道全線封閉，同疏散喺隧道入面進行水管工程嘅工人。火警燒咗2個幾鐘，仍然未揾到火頭嘅位置，冇辦法控制火勢，消防需要增援。喺清晨6點18分，將火警升為3級，又增派煙霧隊同拖喉入管道灌泡救火，直到上晝11點半左右，火勢先至被包圍。到12點半鐘，火警終於被救熄。而獅子山隧道出事，朝早出九龍嘅幹線幾乎全部塞車。喺吐露港公路，龍尾一度去到科學園附近。想轉經大老山隧道出九龍，亦都一樣有車龍。連出荃灣嘅城門隧道，車流量亦都比平日多。有市民轉搭港鐵，唔少鐵路站都逼滿乘客。港鐵觀塘線同東鐵線都加密班次。至於喺火警救熄之後，消防員仍然要封閉南行管道調查。路政署話，受到大火影響，獅子山隧道要靠單管雙程行車，直至到下個禮拜1被封嘅管道先至可以開放。消防處經初步調查之後，懷疑火警係因為進行地下水管工程嘅時候，燒着咗包住水管嘅瀝青布引起。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嘅呢？今次發生火警嘅係獅子山隧道出九龍管道嘅地下水管區域，水管位於隧道路面底下2米。火警發生嘅時候，水務署承辦商嘅工人正係喺嗰度做緊水管維修工作。消防懷疑火警係因為燒着咗包住水管嘅瀝青布而引起。咁究竟乜嘢係瀝青布呢？瀝青布嘅主要用途係防水，可以用嚟做地下室同埋金屬管道嘅防水層。消防工程師話，瀝青係可燃嘅物品，一旦起火嘅話，就會釋放出有毒嘅氣體。不過喺正常嘅情況之下，冇明火係唔會燒着㗎。任何工程嘅時候咧，本身都一定會有啲危險喺度㗎。咁但係呢方面嚟講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係啲人能夠，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瀝青唔係話咁容易燒得着㗎，咪一個火花燒得着㗎。即係喺防火嗰個措施做好啲咁多，譬如話唔食煙啊，唔會用一個明火啊，呢啲咁嘅環境之下咧，即係你做呢啲咁嘅工程嘅時候咧，嗰個危險性亦都唔係話太高。負責工程嘅水務署話，維修嘅過程並唔涉及明火嘅工序，正係調查火警嘅起因，唔排除火警係同電線短路，又或者係工人食煙有關。我哋用嗰個保護層嘅物料咧係非易燃嘅，咁但係因為我哋現有以前我哋而家嗰條水管都老化啦，好多年啦，即係講緊係1970幾年建造嘅水管物料啦。咁嗰啲瀝青咧係基本上係如果有火花或者任何嘢接觸到佢都會着火嘅。會唔會係啲工人食煙接觸咗？因為我哋啲保護層有紙張啊，有剩嗰啲啦，會唔會燒到啲紙張啊，或者其他嘢令至到會有火？咁呢樣嘢我唔排除，但係都未確實嘅。消防員用咗大概9個鐘頭先至救熄呢一場3級火。消防話火場狹窄，溫度又高，增加咗灌救嘅難度。消防工程師林振敏認為，火警發生喺隧道嘅地底，受制於現場嘅環境，要較長嘅時間救熄，一啲都唔出奇。首先嚟講，入口嘅時候比較窄啲咁多啦，唔能夠大量咁用一個消防人員去做啦。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嘅時候，裡面嗰啲煙同埋熱嘅時候咧，就聚積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比較困難。每一步嘅時候咧，我哋都不論手或者腳嘅時候咧，都會去睇一睇有冇啲雜物阻到㗎。咁所以每一步即係行嘅時候咧，係需要一定嘅時間嘅。我知喺消防處咧本身嚟講咧，亦都有啲紅外線嗰啲火源探測器啦。咁即係睇到唔同嘅溫度啊。咁呢個咧，即係當然個溫度要越高嘅時候咧，即係嗰度係越近個火頭嘅。咁但係佢如果落個沙井落去嘅時候咧，而係距離嗰個火源嗰個火頭係相當遠嘅時候咧，咁佢都要相當時間，然後先去到火頭嘅。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嘅時候咧，佢落去下面嘅時候咧，係要帶住呢個呼吸器嘅。
如果戴住呼吸器嘅時候咧，好似我所講，你行嘅時候咧，如果要行譬如話行15分鐘，佢要預翻15分鐘去翻出嚟㗎。如果行15分鐘都未去到嗰個源頭嘅時候咧，佢就要走㗎啦。獅子山隧道連接住九龍西同新界東，每日都有大量嘅車行經㗎。一發生事故就好似今日咁樣，令到新界出九龍嘅交通大癱瘓，影響咁大，政府有啲咩方法防止下次再發生事故呢？連接住九龍西同新界東嘅獅子山隧道喺1967年通車，係香港最早通車嘅行車隧道。1960年代，香港鬧水荒，港英政府需要鑿通分隔九龍同埋新界嘅山脈，以容納輸水管，連接住船灣淡水湖同埋港九市區。咁於是就順便起一條可以容納2條行車道同埋3條大水管嘅隧道。因為呢條隧道應該我估計62年度設計啦，咁所以以當時嗰個交通嘅流量呢，咁所以佢就唔會做到嗰條隧道非常之大嘅空間，亦都唔係咁多。咁當時咧，亦都覺得可能擺嗰啲管道咧喺個地下邊咧，唔係好大嘅問題。咁但係如果我哋現今嘅時間嘅設計啲咁嘅隧道咧，個空間會做大咗嘅。咁嗰啲管道咧就可以擺喺掛喺個牆身啊，或者最好就擺喺一條細啲嘅隧道喺佢側邊。咁就變咗，如果有火燭嘅時候咧，救火咧就可以快好多，維修就快好多啦。咁呢個此其一啦。第二點咧就係佢嗰個抽煙嗰個效率咧，當年咧亦都唔會有而家咁好效率嘅。咁啊，譬如話出風口，當年咧就會少啲，而家出風口咧就會多啲，變咗咧嗰啲抽煙嘅時候咧就會嗰個路程又會短啲，風扇嘅馬力又大啲，咁所以咧就可以好短時間咧抽出啲濃煙。其實獅子山隧道通車45年都好少發生火警，由2000年至到2010年間，只係發生過3次火警。對比起另外嘅2條連接住新界同埋九龍嘅隧道，大老山隧道同埋大欖隧道，數字可以話係非常之低。而根據運輸署嘅資料，獅子山隧道管道入邊係有消防裝置，包括消防龍頭、滅火筒、抽風系統同埋水簾裝置等。隧道嘅管道入邊亦都設有火警鐘、緊急電話同埋緊急照明系統等等嘅火警逃生裝置。而隧道亦都有處理火警事故嘅程序。隧道管理營辦商每3個月就會為隧道嘅職員提供防火訓練，並且每6個月同消防處進行聯合火警演習，亦都有火警指引同埋安全守則俾隧道嘅使用者參考。不過由於今次嘅火警情況特殊，隧道嘅地底平時係唔會有人入去㗎，亦都冇雜物同埋易燃物品，咁所以冇考慮過地底會發生火警。據隧道公司了解，隧道底嘅位置係並冇設有任何嘅防火裝置。我相信呢個改善嘅方法咧就係好困難㗎啦，因為你而家目前嚟講咧已經行兩線嘅行車咧，咁已經揼掂晒緊夠嘅啫。而家啲車又大過50年前好多，咁個流量又密好多，咁所以你而家嗰種空間咧已經用到盡㗎啦。除非佢又擴闊嗰條隧道，但係擴闊一條一個運行緊嘅隧道，用緊嘅隧道去擴闊咧，嗰個困難度係好大。今晚講到呢一度，聽晚同樣時間繼續 ATV 焦點，拜拜。內地有墳場廣招靚